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伫6月份的第3主日，咱会当到三角主日来敬拜上帝。虽然外口的天气真炎热，但是上帝听咱，互咱无论出日落雨，拢会当得到主的顾守。特别咱因为肺炎的影响，教会的整个的节奏暂停约有3个月的时间，确实咱教会渐渐咧恢复聚会，包括伫今仔日，咱的双年团契嘛要恢复聚会，也愿上帝的恩典、疼痛临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拢互咱有平安、健康甲喜乐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伊要听阮的主愿，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的祝福，互阮会当伫6月份夏天来到的时，会当有日光来正做阮的烧热，嘛互阮知影，上帝就亲像一粒日头，耶稣基督的光照伫阮的身上，通互阮感受到圣神伫阮心灵顶面的温暖。因为上帝，阮求你来正做阮的帮助甲扶持，互阮无因为肺炎的影响来累积、来轮累，反倒会当伫主你的恩典甲疼痛的中间来正做阮的保守。因为上帝，阮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正做阮的准情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要通过马太福音书第10章24节到39节的经文来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咱多谢拄则明南长老所带咱共读的这段的圣经节内底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这段经文是来连接伫耶稣呼召12个门徒以后的记载。换一句话讲，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这个话，是有关伫12使徒的使命。当你要承担起来的时阵，你嘛常时爱付出派十字架的代价。所以，这个学生爱进入到伫人群的中间，所以因将来会遭受到迫害。所以也因为安尼，门徒伫入世的环境内底，因会遭受到排斥，遭受到拒绝。确实，耶稣咧教导这个学生，包括伫第10章的16节，嘛来提醒因，就爱财物亲像蛇，温顺亲像钱啊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就是咧教导这个门徒，嘛是咧提醒所有的基督徒。就爱有更较侪的智慧甲仰望伫日常生活的中间，来将福音的真理甲宣扬出去。所以一开始，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个一段金句，咱做伙来暗念这段金句。咱来看乌色字体，这嘛是伫今仔日的经文第32节，好，第32节。咱来看乌色的字体，咱连续来读2遍。连续来读2遍，3来。所以，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我也伫我伫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。再来一遍来。所以，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我也要伫我伫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会当看见对24节到39节。范围真大的一段经文，确实今仔日牧师的重点会放伫32节到33节。第24节，咱重新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，就讲伫24节的中间，24节到25节来提醒着有关军队耶稣的人所遭有的代志，是甲耶稣同款。而且耶稣咧讲起着一个做门徒的代价。就亲像马太福音书的记载所讲的，
耶稣咧传道理的中间所拄到的困难，包括互人骂鬼王、八西卜、门徒拢共款，爱去面对着即款的困难甲苦难。但是如果咱若从今仔日个经文，都小可往头前来看的时阵，对16节开始，咱会看见着讲耶稣咧讲起着遮个将来的迫害，那亲像军队耶稣是一个真无力、都真无奈的一个情况。所以也因为安尼，耶稣嘛伫后壁即个所在遮，有来甲咱讲起着安慰甲鼓励的讲话。所以26节到31节，耶稣伫遮咧鼓励，伊来提醒门徒毋免惊。相对来讲，门徒应该爱去宣扬福音，毋是拄着困难，毋是拄着危险就停止。所以会当看见着讲，耶稣咧教导遮个门徒的时阵，嘛是咧甲因提醒，当恁入世到伫人群的中间传道理，的确会遭受到真大的迫害。但是宣讲福音、坚持真理，这是真要紧的事。因为天父上帝毋干那看顾七照，连门徒的头章拢有算过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今仔日耶稣对24节到第31节，这就是咧提醒伊的学生，毋免惊，因为天父上帝有保守甲眷顾。总是咱来对照，直接跳过来到第34节到39节的经文内底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这来提醒耶稣来毋是和平，耶稣是刀剑。这段话主要来对应福音的真理所面临着对立，或者是有即款对敌的一个情况。所以也因为安尼，每一个人对耶稣的回应无共款，有接受，有无接受。但是耶稣要爱每一个学生去思考，当你派十字架的时阵，爱付出代价。所以门徒虽然伫一个真困苦、一个真严格的境况下面咧生活甲传道理，但是因最后会得到赏赐。假使讲伫即款的逆境的中间，有人阁愿意来接待耶稣的学生，这个行为就是接纳耶稣，也就是接纳找耶稣来的上帝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耶稣真清楚咧教导伊的门徒：当你来军队我的时，你有你的使命，但是恁共款会拄着困难挑战。但是面对着这一切的事，请毋免惊，因为天父上帝的照顾、怜悯，一直会来成做每一个学生的帮助。我想通过伫今仔日个经文，会当互咱得到足大的激励，因为咱若看见着讲耶稣伫经文的中间，甲学生的安慰，甲学生的鼓励，就是咧提醒学生伫侍奉的顶面，毋通有论内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甲咱讲无得惊。迄个无得惊，如果咱若有机会，倒来到伫圣经的原文来看的时阵，就是咧提醒学生，你毋通求啊！伫服侍的顶面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毋通求。所以，迄个毋通求的常时，是代表讲毋通惊人，而且咱爱去面对上帝。意思就是讲，爱惊上帝，毋通惊人。所以，伫即款的用词，伫彼得前书第3章的14节，才会当互咱来做一个参考。那如果你手头有圣经，会当做伙来看彼得前书3章的14节。伊才甲咱讲，总是恁若因为义来受苦，就会有福气，无得惊因的威风，也无得背叛。
咱若对照伫彼得前书共款即个字，伫彼得前书的解说，为着义来受苦，迄个义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看做是好，或者是上帝认同的代志。所以为着上帝的代志来受到迫害，的确毋免惊，无得被绑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来对照的时阵，会当去想起着耶稣伫八福的中间，伫山顶的教导内底来甲咱提醒，为着伊受迫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所以咱会当看起着讲，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对着学生的教导内底，真要紧咧提醒这个学生，无得惊。伫公开的场所无得惊，伫即个公开无得惊的上时，也就是咧提醒恁的信仰个别爱诚实。虽然有困难，虽然有危险，却是伫信仰的对象，就爱有承认甲专注。所以耶稣讲，伫人的面前认我，我嘛要认伊。那伫我会真趣味，这个人那如果倒来到伫圣经的原文看，你会发现着讲，原来今仔日的圣经咧，甲咱讲这个人啊，伫法律的顶面，就是做见证，就是坦白。但是伫宗教上，意思就是你爱公开去宣认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事。就是咧，甲咱提醒，伫无得惊和诚实这两个关联有啥物要紧？为什么诚实就爱无得惊？特别是信仰的中间，因为这牵涉到公开的承认。咱翻头来思考，为什么真侪人对着公开这个方式拢真保留，甚至会惊吓。如果倒来到伫心理学内底，有6种原因。因为人一旦公开，无论什么款的事，你有损失、有见效、有惊吓、有压力、有颠簸。或者是因为你个性的丢毒，所以地教互你唔愿意公开。但是咱若甲这6个因果套入来到伫咱的信仰中间的时阵，咱爱问咱家己：耶稣敢有互你有损失？耶稣敢有互你有见效？耶稣敢有互你有惊吓？有压力，有颠簸，有丢毒，所以今仔日咱看起着讲，伫人的软弱中间的时阵，人面对着信仰个别爱公开这个动作，特别伫人群的中间，人会开始惊吓，人会开始退休。所以，当来到伫圣经的信息内底，会当看见着讲，即款的人，因为伊无看见着上帝的应允，会惊吓的人，是因为伊小信，甚至伊无在条掠条耶稣基督的束缚。所以，伫即款的中间的时阵，咱会当去换一个角度去想，当人唔愿意公开，当人有保留的时阵，就是代表讲要留一个机会给家己，所以人会当为着这个机会来去假好，或者是讲无诚实。所以伫这款的现象中间，拢会当互咱清楚看见着讲，人拢是咧敲找对家己有利的关键，却是人忽略去敲找真正对咱有帮助的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。信用这个事，是就是，唔是就唔是。
信仰是无有闪避的空间。所以要做一个门徒，进入到伫社会人群传福音，的确爱遭受到真侪俗世才会思想的冲击。伫日常生活中间，无的确会当有行为来表现出回应呼召的这个表现。所以咱咧讲公开承认，就爱去看见着讲爱诚实，无得惊即款的动作的时阵，我想对咱来讲，咱有需要爱去认捌一个人。这个人对着咱基督教来讲，是一个真要紧的神学家，叫做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伊有来讲一句话，叫做 "Here I stand"， 这就是我的立场。我想，咱若讲起着马丁路德，大家人一定会知影讲，伊甲宗教改革真有关系。伊伫1521年，互人掠去议会，伫遐做辩论，伫遐来为着伊所做一切，来伫遐来做告别的时阵，当遮的政府的官员，当遮有权力的人要求伊都爱回释的。马丁路德伊安尼来做一个讲法，伊讲。我不能屈服在教皇和元老院而放弃我的信仰，因为他们的错误百出，自相矛盾。如果他们找不出圣经的道理、明白的理由使我折服，如果不能用我引述的经文令我信服，如果无法用圣经改变我的判断，那么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，也是不安全的。这就是我的立场，不得不如此。愿上帝帮助我。马丁路德面对着议会的挑战、压迫、威胁的时阵，伊伫众人的面头前来讲出伊的信仰告别。伊诚实来讲起着伊的立场，伊伫众人的面头前来认基督，来伫遐来相信讲上帝会成做伊的帮助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这个信息对咱来讲真有意思。那从马丁路德这句话来问咱大家的时阵，那安尼你的立场是啥？那如果从今仔这个经文都提转来问咱家己的时阵，你敢有认基督？曾经有两个这个匪徒也请来到伫礼拜堂。毋是咱的礼拜堂啦。一个匪徒举起管枪冲起来讲台，就将牧师压咧。另外一个匪徒举枪对会友，然后甲这个牧师安尼来甲伊骗上。这个匪徒甲牧师骗上讲：恁遮信耶稣的人哦，上高讲白惨，讲死人会过活吼。讲什么阴性的称义，所以想要活命的一个拢出去，表示讲恁无要信上帝，要信上帝就留咧。哇，讲煞，会友一个安尼走哪咧飞咧，大家就走出。结果剩差不多几个会友的时阵，这个匪徒就问这个会友讲：恁太无走？这个会友细声甲这个匪徒讲因为阮骹麻啦，所以歹势走。这个匪徒就讲：无要紧，你骹麻骹软拢会使，
主你行出，结果行出去了后，现场本来400-500人咧做礼拜，现场差不多剩1-2个会友。这个会徒回头过来甲牧师讲牧师啊，遮老咧，才是真正信上帝，啊走出去的拢是假的。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，这句话最有意思。伊讲，这是真正信上帝，其他拢是假的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咱是毋是有愿意为着信仰来付出代价？所以伫遮咱会当看起着讲，要表明家己的立场，或者是讲要承认家己的信仰，这拢是爱伫歹世界的顶面内底，来伫信仰的个别有诚实、公开来成做咱的宣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等下到伫咱淡水教会的信仰，当然大家拢会讲起着。过去甘清华先生，伊来吟一首圣诗，叫做“我认救主，毋惊见笑”。所以咱常常拢掠这个故事来，互咱家己感觉讲，哇，有这款的信仰的典范，会伫公开的场所无惊吓，诚实来承认家己的信仰，真好。但是，我认救主，毋惊见笑。这个思考，倒来到伫现在的咱，又搁会是怎样？咱这礼拜拄完成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通常年会。每一次开总会的时阵，拢互我有真大的反省。因为咱是一个教派的教会，什么叫做教派的教会？就是咱是一个长老会、长老宗的一间教会。所以伫咱的教会内底，咱有咱的信仰个别。咱的信仰个别内底有甲咱讲起着有上帝观、有圣经观、有教会观、有拯救观、有人观。所以伫这个信仰个别个内底来甲咱提醒，教会伫普世的本质是啥？和宣教的使命的价值是啥？所以，这个信仰个别伫1985年来产生的时阵，来成做长老教会伫台湾一个真要紧对社会、对正教会的一个讲法，就是咱的信是要甲咱讲，治罪是咱的救主。咱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包括讲伫咱的教会是为着什么人来存在？所以，为什么伫咱的长老教会中间，咱有真清楚的信仰个别来甲咱讲，教会应该爱做什么？或者是讲伫咱的信仰中间，治罪是咱的救主。所以，咱的信仰个别虽然真长，但是嘛，足清楚来甲咱提醒，咱的上帝是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。各位兄弟，伊今仔日的经文帮助咱好好去思考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敢有认基督？你的立场是啥？这是一个白十字架真爱付出的代价，因为当你公开承认的时阵，你爱面对着真侪压力甲挑战。但是其实伫今仔日的圣经后壁，虽然牧师无特别来讲，但是对34、39、第39节，耶稣来甲咱保守甲安慰，因为为着耶稣基督失了性命的人，也要因为安尼来得到伊。拄则咱所念的圣诗，好打好打认基督，就是咧提醒甲鼓励咱，伫这个时代，咱爱坦白、诚实
来承认咱的信仰是耶稣基督。那假使讲咱的信仰有清楚有明白，当然咱嘛会面临着挑战甲对立。确实，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，无得惊，因为天父上帝的怜悯慈悲，连一只赤鸟都袂拍加力，何况是咱？愿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。特别伫这个混乱的世代，咱更较需要清楚咱所信的是啥，包括咱的教会存在的价值是啥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的怜悯、看顾甲引带，会当互阮好胆来认基督。阮真正信耶稣，但是阮嘛知影，跟对耶稣爱付出代价，要背这个十字架所付出的价值真大。但是搁较要紧，阮知影，阮无因为安尼有损失、有压力，反倒上帝你的慈悲怜悯，要来成做阮的扶持甲帮助。愿上帝来成做阮的引带，祝福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伫这个混乱搁浅薄的时代，阮搁较需要好胆来认基督。愿上帝来成做阮的扶持，嘛带领阮、保守阮，互阮伫这个时代时时刻刻会当为主来做见证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